有人资产不在，负债累累。所以哈佛不代表一定是成功的。他在写，我的同学呢，那时候刚毕业5年之后，算是人生胜利组。时间越久，就来越来越多的人生失败者。可是在思考真正的原因何在？福报有限，智慧也不没有增长。智慧没有增长。时代变迁，环境变迁。其实就是为了他所追求的东西。我今天要追求财富，追求地位，难道无所不用其极？合法的走了之后呢，就搞违法。对不对？那些真能够当大官的、当大将军的，都是踩着别人的肩膀，累积千万的孤苦而成的。都是在那个斗争的心理世界里面不断的把别人打败了，他能够站在那个位置，反正那个位置的付出的代价却是什么？对不对？天上循环的人，对不对？时间久了，他们的福报下来，我是这么说，最后的结果是这样。真正非常聪明的人，其实他的社会这样啊。你看到那有钱人，那些政务官那些立法委，那些很多人很聪明的，条件设计很高的人，其实都是学经历不差的。可是我们会感觉到，当你站上人生的某胜利的端点的时候，他的心就变了，对不对？变得不再那么的善良，那么的善良，变得更加的贪婪跟邪恶。那你有没有察觉？为了追求世间的这一切，他把良善的心、单纯的心转换成邪恶跟贪婪的心，这才是关键。那为什么这么贪婪？一定要拥有这些呢？因为他觉得拥有这个才是人生的意义，他才觉得这辈子才值得。他的人生价值观造就了他的结局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懂得放下这一些，你懂得数位而行，这些厮杀、这些悲剧或许不会发生。可是我们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，其实我们用什么方式教育他们？你去台大听到的思想价值观是什么？修范的人生吗？牺牲奉献的价值观吗？你去到3场3界，那些有钱人他们考虑的是什么？我要创立一个慈善机构，牺牲奉献为人群，改革这个社会吗？把这个即将毁灭的地球把它挽救回来吗？他不谈这个。如果你去到立法院听到又是什么样的思想跟价值？是蓝绿的对决斗争？还是两岸的纷纷扰扰？他会不会谈人性善良的那个区块？赤子之心的那一片美好？不会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所追求的东西是什么？是把它带到那种世界，是一个染缸的世界，还是一个进化的世界？值得思考。如果你告诉他这些都是无常的，100年以前，不要说100年，50年以前的行政院长、交通部长、财政部长，那些立法委员，你记得吗？你还认识几个？回天灭。不要以为你那么伟大的，要记得历史的洪流怎么样？淘尽英雄。红土长江东逝水，花淘尽英雄，对不对？是非成败转头空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苦叶一样正经。好，最后这分析。好，先点出这一点，不要以为你真的那么好，人世事无常。好，一般的人，他在点说舍本逐末。你很聪明，也是哈佛的高材生，但是如果是舍本逐末，
修道的发现这件事情，我们真的就本末了吗？我们的本末清楚了，我们说对了。对呀，如果我们说这个听歌听了30-40年，实在是很折磨，荒芜的一生。好，把算盘摆在第一，把修行摆在后面，把根本忘了是追求末梢功夫。末梢或者把它画好外向，那根本没什么信念，没什么跟他都很反复不一样。所谓的孝圣法神，孝是圣贤的什么？智慧德性。我们这里有没有跟圣贤进来联系呢？这个那个对不对？很容易吗？很多的人其实都要1世、2世、3世修了N世，他才慢慢觉得对，我不该只是平凡的修行人而已，我不能永远是修小学的功课，我要开始提升更高层次的修行功课，我该追求不再是外在的表现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追求是人人心中的这一片净土，只有这里可以成就净土，对不对？这里的净土不成就，处理不了生死苦海、死生流浪的轮回。所以这一个地方怎么建立净土呢？得去下功夫，得下功夫这假如